上個星期我同太太去咗廣州嘅 Marriott 酒店，喺嗰度乘搭由佢哋安排嘅小馬智行第7代無人駕駛的士。呢種車型配備嘅傳感器包括9個激光雷達、8個超聲波雷達、15個影像感應鏡頭，能夠有效實現360度車身附近周圍無盲點區域嘅檢測，再加埋5個毫米波嘅雷達傳感器，可以有效判斷唔同嘅天氣同埋對夜晚唔同環境嘅影響。而家啱啱落緊微微雨，架車都會自動開咗個水撥，撥走擋風玻璃嘅雨水。雖然無人駕駛本身係唔需要睇住塊玻璃外面嘅環境，但係架車開咗水撥，其實主要都係為咗方便我哋嘅乘客可以喺車入邊去睇清楚車外邊周圍嘅環境同埋周圍嘅風景啫。我哋喺夜晚再次試下坐呢個無人駕駛的士，睇下各種傳感器喺夜晚黑掹掹嘅時候對馬路上避開障礙物嘅能力、轉線同埋轉彎嘅反應好唔好，坐喺車入邊穩唔穩定。最後結論係喺夜晚黑坐無人駕駛嘅的士都係一樣好似日頭咁舒服，同埋一樣咁安全。小馬智行嘅自動駕駛技術最主要係基於自身研發全世界最先進嘅軟件同埋硬件，利用超高精準地圖同埋厘米級嘅導航定位，可以自動連接道路上嘅交通燈系統，能夠知道紅燈仲有幾多秒嘅時間將會轉為綠燈呢，可以預先準備開車嘅狀況。透過唔同嘅傳感器嘅結合，同埋 AI 人工智能嘅運算，實現汽車嘅預知能力，預測周圍嘅環境，能夠做到預先規劃同埋自動快速控制車速同埋各種嘅功能。運用大模型嘅 AI 人工智能，通過深度駕駛技術同埋大量數據嘅運算，高端嘅軟件同埋硬件嘅融合，提升實現咗360度對障礙物嘅智能檢測、分類、追蹤，對唔同場景嘅理解，能夠預測周圍交通工具嘅駕駛者同埋道路上行人嘅行為意圖，即時可以做出行車路徑嘅規劃，同埋能夠極速做出決定，即時控制自動駕駛系統嘅相關功能。無人駕駛的士就算喺轉咗彎之後，都可以好快咁就去到60米啦。喺市區嚟講，呢個車速都唔算係太慢。當遇到接近紅燈或者接近斑馬線嘅時候，無人駕駛的士會好快就可以減速，而且係非常之暢順。坐喺車入邊都可以感覺到係非常之穩定嘅。今次乘坐小馬智行無人駕駛的士，算係一個舒適、安全又真係幾方便嘅坐車體驗。遲啲會再嚟試下第8代嘅無人駕駛的士，睇下到時又有啲乜嘢嘅新功能。拜拜。